摘自約翰福音。我愛你們，正如父愛我一樣。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。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愛裏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愛裏。我告訴你們這些事，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裏，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。這是我的命令，你們要彼此相愛，像我愛你們一樣。人為朋友捨命，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。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父人，因父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。我稱你們為朋友，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，都告訴你們了。不是你們揀選了我，乃是我揀選了你們，並且我差遣你們去結果子，要結常存的果子，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，他就賜給你們。我吩咐你們的，就是彼此相愛。